彰化一栋大楼半暝发生火灾，那像是停伫咧1楼的乌多摆导火所引起的。加在调伫咧内底17个人拢救出来，嘛已经拢送病院检查。也这火烧的原因，警方目前也搁咧调查。2楼有人待救是不是？2楼的那个民众，那个窗户先关起来。 大火为1楼通道一直往外口冲出来，伴随乌烟也一直冲。消防队员发现楼顶有住户伫窗仔边喊救，看到乌烟走入出来，赶紧爱住户先将窗仔关起来，跟随游水线灌救。16透早我4点，彰化市中华西路一栋5层楼的一拍主体，停伫1楼通道的机车不明原因导火烧起来，火势真紧，为楼梯向顶面烧。楼顶住户已经无法度为楼梯逃生，消防队先引导住户将门甲窗仔关起来。火势大约伫半点钟了后爆发，消防队随即上楼救人。它的2楼到5楼的部分，总共1层楼有3户，那分别有一些民众在待救。 那我们立即使用共生面罩，分别先后救出了17位民众，那其中包含11位女性，那6位男性，那其中小孩有4位。消防队伫2楼到5楼拢总救出17名住户，其中年纪上大是73岁，上细汉的只有11个月，拢无生命危险。因为部分民众有输入乌烟，将17人拢送医检查。为着确保大楼住户拢平安，消防队甲警方也针对有所问的住户落门检查，确认拢无民众受困。因为机车半暝不明原因导火烧起来，警消当地现场做调查，要厘清导火原因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